大家好啊！今日大年初一，阿 Ben 喺度祝賀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啊！最緊要係恭喜發財啊！咁啊，今日咧阿 Ben 咧會介紹浪琴錶啊！今日咧我帶嚟呢個主角啦，佢唔單止係浪琴嘅重磅作品，佢背後咧更承載咗一段鮮為人知由1935年傳承落嚟嘅軍事傳奇，佢就係 Longines Pilot Majestic。型號 L283845339。Majestic 咧喺捷克文入面咧，其實解作咧財產啦或者係資產。嗱，當年咧捷克空軍咧將呢隻錶咧視為官方嘅裝備啊，足見咧佢嘅重要性同可靠性。今日我哋就深入剖析下呢隻充滿硬漢風格嘅復刻錶，睇下佢點樣喺平衡歷史原汁原味嘅同時，展現現代嘅頂級工藝啊！嗱，首先講下佢個外形先啦。嗱，最搶眼咧一定係佢個枕形嘅錶殼啊。嗱，尺寸方面咧，佢個直徑就40mm。嗱，上手咧就絕對有份量啊，夠晒 man。嗱，大家可能咧會留意到啦，佢個外形咧有啲方中大圓啊，線條咧就非常硬朗。呢個設計咧，當年咧係為咗提供最大保護性同埋個舒適度啊。呢隻錶有一個隱蔽但又超有故事嘅細節啊！嗱，大家睇下側邊呢度，浪琴好細心咁刻咗1935呢4個數字。呢個咧就係當年咧浪琴註冊呢個專利設計嘅年份啊！嗱，呢個小細節咧，真係令隻錶嘅故事感咧大大咁提升。嗱，錶迷咧又一定欣賞啊！嗱，另一個咧充滿復古飛行員嘅特色咧，就係佢呢個超大嘅洋葱頭錶冠啊！咁係一個旋入式錶冠嚟嘅。嗱，你大家咧都睇下咧，佢個坑紋咧係比較深嘅。點解要咁大咧？因為咧喺1930年代啦，飛機員咧喺高空飛行嗰時候咧，要戴住好厚啊、好重嘅飛行手套啊。嗱，呢個大錶冠咧就係方便佢哋戴住手套咧都可以輕鬆咁調校到時間或者係上鏈啦。實用為先嘅設計咧就係咁解啦。嗱，講到功能啦，就一定要講下呢個凹陷式嘅雙向旋轉錶圈，同埋佢個開始時間指示啊。呢個唔係一般嘅潛水計時圈啊，佢係當年飛行員咧用嚟標記起點時間或者航行參考點嘅工具啊。浪琴咧今次咧復刻呢個技術嘅難度係非常之高嘅，因為咧佢要將呢個旋轉機制咧裝嵌喺防水嘅錶殼裏邊啊，同時咧要確保佢嘅防水性能去到100米。嗱，操作嘅手感咧好順滑啊，玩味十足啊！呢個內圈嘅設計，呢個亞克式嘅錶盤咧係用經典嘅軍錶佈局啊。嗱，點解要用啞光咧？就係為咗咧防止陽光反射影響讀時啊，實用性啊擺喺第一位。最特別咧呢個細3針設計啦，6點鐘位置咧有個加大咗嘅小秒盤啊，小秒針咧喺軍錶入面咧係非常經典嘅設計啊。令錶面嘅佈局更加平衡穩重。小時刻度咧就用咗米黃色嘅阿拉伯數目字啊。嗱，呢種色調咧就係叫做 Ovidian， 模擬咗當年咧老錶夜光物質自然氧化嘅顏色啊，又稱為藥膏字啊。指針係鍍銀拋光嘅指揮棒型指針，雖然咧係拋光面啦，但係同亞克面嘅對比度極高啊，讀時咧就非常清晰。仲有藍寶石水晶鏡面，雙面防反光塗層啊，咁啊非常之襟用嘅，夜光效果非常之靚啊！咁喺黑暗嘅環境裏邊咧都可以清晰可見嘅。機師錶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個數目字咧就非常之清楚，睇時間咧一眼就會睇到。無論你喺平時啦定係黑夜之中咧，都會好容易俾你睇到即刻嘅時間啊！雖然呢隻錶外表復古啊，但內心咧就非常之現代嘅。搭載浪琴自家嘅 L893 自動上鏈機芯，內置單晶直買輪游絲，有效抵禦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嘅磁場影響啊！而且咧呢隻錶咧有 COSC 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即係話佢唔單止靚仔啊，仲要超級精準可靠，72小時嘅動力儲存。3日鏈啊，放2日假唔戴都唔使擔心隻錶會停啊！嗱，講埋個 package 先。嗱，呢隻咧係一個 Box Edition 嚟嘅。
嗱，除咗我手上面呢條咧啡色嘅皮帶啦，仲附送一條咧軍綠色嘅尼龍織物錶帶。嗱，同埋佢有一個專用嘅工具嘅，一隻錶有兩種靈魂，嗱，可以斯文復古，又可以轉做軍事風格。嗱，總結嚟講，呢隻 Longines L2 8384539，香港定價就31,300啊！嗱，你得到嘅唔止係一隻 COSC 認證嘅機械錶，仲係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同埋一個非常獨特嘅設計啊！嗱，如果你體驗咗市場上面千篇一律嘅圓形潛水錶或者飛行錶，追求獨特性同埋軍事歷史感，呢隻捷克空軍手錶絕對係你嘅最強選擇啊！嗱，如果想感受一下佢嘅質感同埋重量咧，嗱，歡迎咧 WhatsApp 俾阿 Ben 約個時間上嚟我哋門市試戴。大家咧覺得呢隻錶咧最吸引嘅地方係歷史故事啊，定係佢嘅獨特外形啊？喺留言度話俾我知啊！嗱，記住咧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啊再次同大家講聲恭喜發財，我哋下集再見，拜拜。